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先看一个房企的消息，这是一个房地产中介，也就是贝壳，它天价年薪的事情。新浪财经看到一篇文章，说这个贝壳叫越来越赚钱，但股东却笑不出来。2025年对很多房地产相关企业都是关键的转折之年。万科在年初被国资深铁集团接手，碧桂园和万达深陷债务泥潭，各家都有不同的难处，但都希望在今年内得以解决。在房企如寒风中瑟瑟发抖之际，作为中国最大房屋出售和租赁平台的贝壳，却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景。近日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贝壳2025年一季度总交易额同比增长34%，至8437亿元人民币，营收同比增长42%，至233亿元。不过，看似亮丽的财务数字却并未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一季报公布后，贝壳股价在美股市场大跌超5%。拉长时间来看，贝壳近年来业绩表现不俗，但股价却一直低迷。2020年上市后，贝壳一度创下75美元的巅峰，如今股价不到20美元。行业低谷期下，贝壳为何越来越赚钱？说业绩如董事长薪酬齐飞。关于贝壳的业绩咱就不多说了，以前节目都介绍过。他这文章的观点说饱受争议的高抽佣。就贝壳本身而言，公司将经纪业务大幅增长归功于贝联和链家平台经纪人成交量提升。财报显示，它二手房业务中，贝壳一季度佣金收入从去年同期的46亿元增长21%至56亿元。以向加盟商收取的平台服务、加盟服务及其他增值服务费用，主要以贝联平台为主，从去年同期11亿元增长18%至13亿元。不过，对于新房业务，贝壳并未披露佣金收入。另一方面，贝壳业绩节节攀升的背后，似乎还有抽佣比例上升的因素。贝壳在2023年中期报告中表示，部分收入增加幅度较高，主要由于增值服务的渗透率提高，以及贝联门店收取的存量房交易佣金适度增加。到了2024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称，在广州南沙区贝壳找房广州站旗下多名当地店东反映，自今年6月起，贝壳平台在新房交易佣金中对这些南沙店东抽取的比例再提高2%至23%，比广州其他区域总体高出5%。另据新华财经报道，贝壳旗下的直营品牌链家是上海地区市场份额最大的经纪机构。据多家行业机构统计数据，链家在上海的挂牌市占率达到70%，成交市占率约25%。在此背景下，上海链家颇为强势地维持着行业最高收费标准，双方买卖合计支付成交价格的3%，即买方2%，卖方1%。且据近期调研，该费率在沪几乎没有议价空间。相较之下，其他中介机构普遍执行2%的收费标准，且留有让渡余地。部分中小机构为争夺市场份额，甚至推出最低买方1%加卖方免佣的让利策略。在小红书上，也有网友吐槽贝壳抽佣高，称贝壳高佣金不是为了让业务员幸福，而是让平台幸福的。有网友说，做了个买卖，收佣8000，我是客户方，能分到的业绩60%。贝壳扣完平台费、签约费、到店业绩3000多，乘以我提成就挣2000多。贝壳高佣金不是为了让业务员幸福，是让平台幸福的。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在楼市低迷，房企现在苦苦挣扎，都在等着 ICU 病房，在抢救，韭菜看着房子不愿意买。就在这种背景下，居然有房产中介由于垄断，那个链家不就是垄断吗？70%的份额，他还收取高佣金。有关部门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出手整治，这个有点过了。反垄断
难道不是用在这儿了吗？这个整个地产行业的人上下游都在鬼哭狼嚎，哀嚎声一片。但是你看贝壳，此处风景独好，这简直就是一个在房地产行业的里面的一个毒瘤。那董事长还有什么总经理，年薪都是几个亿，7、8个亿。正因为这些高佣金、高抽成，让这些房奴，对吧？让这些买房的韭菜承担了更高的这个价格。连政府的契税都在让利，政府契税以前是1.5%，现在是返一半，有的地方甚至全返。为什么这些平台还可以收这么高的佣金？所以也可以认为是某些部门不作为。这2天我看到一个数据，我记得昨天节目也介绍了一下，瑞银最近出了个报告，说国内47%的购房者出现账面亏损，现价已经低于买入价。其中1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大概回到了2018年的水平，2线大概回到16年、17年水平，3、4线大概回到了15年的水平。中国房地产辉煌20年，总共销售2.25亿套商品房，其中有50%的房子是在2016年到2021年这5年卖掉的，以及这5年卖掉的房子是占50%。房改以后，那现在的房价普遍已经回到了2016年、2017年。也就是2016年以后买房的股，基本都在赔钱，都是亏钱。这个最高点应该在2021年，或者是2022年、2021年、2020年，应该这3年基本上是高位震荡。所以说，你越是在这3年买的，那现在赔得越惨。而且这3年这个银行按揭利息还是最高的，很多地方都是6%。你买的房子价格又高，按揭利息还高，这是双重打击。中国房地产最高时价值400多万亿，现在已经跌出100多万亿，比整个 A 股的市值还要多。多少人被套住啊？也就是毫不夸张的说，就是50%买房的人被套住了。那2015年之前买房的人，好的赚点钱，差的也就亏个手续费，就这么个水平。16年以后买房的基本上都是在赔钱，不赔钱是个别的，你买的核心地段的什么。这些都是叫少数，大部分人都在赔钱。你比如说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这我一直说，这杭州的房价给人感觉还是很坚挺，但事实上有一位这个小哥买了杭州临安的房子，是2021年买的，一套房子赔170万，他这房子买的时候好像就230万，怎么会赔这么多呢？大家看视频。5年后200万的房子还能值多少钱？今天我用大白话把未来房价的情况给咱们说清楚。想在杭州买房的朋友一定要看完这一条视频了。这2年杭州新房、二手房价格跌得非常凶，全国都一样。好多人手里有钱但不敢买房。现在买房的要么是结婚刚需，要么就是孩子上学没办法。有人问，银行利息越来越低，楼市又在低谷，政策还有加量的扶持，是不是该抄底了？说实话，依我看，以后杭州房价想大涨难，降价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为什么这么讲呢？先看需求吧。现在年轻人不爱结婚吧，出生率越来越低吧，刚需买房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杭州本地不少年轻人家里好几套房子，宁愿租房也不想背30年的房贷。再说改善类型的，大环境不好，赚钱很难，大家都想求稳，老房子卖不掉，想换房也换不了，很多人宁可把钱存在银行。现在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到28万套，房子供大于求，整体价格一定是往下走的趋势。杭州楼市现在是冰火两重天，临安、建德、富阳这种远郊地方配套差，交通不方便，房子降价没人要。但西湖、上城核心地段，特别是优质的书包房带配套那种，价格还是比较硬朗的。还有老破小，又旧又不好住，价格一定还会往下面去掉。我知道大家怕踩坑，怕亏钱，我也给大家整理了2025年杭州买房避坑指南，哪个板块能买，哪个板块不能买，学习怎么样划分，都写得非常明白。点头像看主页简介就能领取，没找到的私信我扣3个6。现在政策扶持很多，但我觉得买房的事情还是观望为主，宁可买在房价上涨时，而不买在房价下跌时。这是我的一个逻辑，不要脑机乐直接就去买房子，亏的还是你。这位小哥啊，把房子卖掉了，挂牌价110万，对吧？他账面损失就100多万，再加上银行利息，他2021年买的正好那个6%的利息，一套房子就赔170万。这普通人靠攒工资，猴年马月能攒170万了。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是不是2022年？我在节目里面反复的，我基本上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要聊一下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每一个关于谈到房地产的节目里面，有那么一段时间反复强调，我
为什么？因为老有那个房产中介，还有在杭州买了房的人，在我的节目下面留言说我不懂杭州。但是我的建议是吧，如果你在杭州有套房，你失业了，因为在杭州的外地人非常多，尤其是河南人，大家知道历史原因，在杭州的河南人非常多。如果你失业了，我说你把杭州的房子卖掉，对吧？你到郑州买套房，你怎么着还剩200万存银行，然后再拿10万块钱买辆比亚迪，在郑州开网约车，快活赛神仙呢。杭州当时的平均房价是3万，郑州当时还不到1万。反正郑州的房价它也会跌，但是它还能往哪儿跌？反正它已经只值1万了，再跌到5000。但是相比较而言，杭州的泡沫大得多啊。但是有很多人动不动在下面留言说你不懂，杭州又有什么自来水卖自来水的，卖矿泉水的，也有造皮鞋的，各种各样的上市公司，有什么用？你说卖自来水的、卖矿泉水的、造皮鞋的，他能批量制造中产吗？他只能让老板成为首富，只能让一个人变得富有，他也不能批量制造这些年薪100万、年薪几十万的这些码农，这些人才是房价上涨的生力军主力。杭州主要是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基于阿里生态，它的上下游，你比如说直播带货，都是这种比较热闹。前几年效益好的时候，也是在批量制造有钱人，所以它的房价才会涨。但是恒大暴雷以后，互联网的流量见顶以后，这个都是叫江河日下。我当时的口头禅就是失去了阿里，杭州都比不上济南；失去了阿里，杭州恐怕都比不上合肥。很多人就受不了这刺激啊，觉得受到了侮辱。你看看杭州现在讲什么故事？讲杭州6小龙，讲 DeepSeek， 为什么？就因为这个阿里这故事不好讲了，流量见顶，直播带货的，这做电商的纷纷都在离开杭州。一个著名的什么电商大楼是吧？里面全部是直播啊，都是各个自媒体在里面租个房间。那个楼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现在就是说很多地方都空着，租不出去。所以说不要迷信一个地方说房价不会跌，你现在房价不跌的只是那些核心地段的核心产品，那个是有人去炒，那东西跟普通人没有关系。那个5000万一套的跟牛马有什么关系？没关系，那玩意它也不是房子，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工具。而牛马看得上的房子，适合牛马住的房子，那个价格它是挡不住的往下走。我今天看到一个杭州的房产中介，他发的，他认为杭州的房价还要跌。大家看视频，记住了，以后适合牛马住的房子，适合韭菜住的房子，这价格很难稳住。那20万一平的房子你就不要看，跟你没关系。中国房地产报今天看的一篇文章，叫更好发挥楼市压舱石作用。这个说法变了，以前楼市叫支柱产业，现在被它改成叫压舱石了，比支柱还要重要。他这文章这么说的，他说进一步激活我国超大规模居住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更好发挥房地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稳定锚的作用。有了新的信号、新的要求。6月13日，国常会听取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推进好房子建设有关情况汇报时提到，多管齐下，稳定预期，激活需求，优化供给，化解风险，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人们常说叫察势者智，遇势者赢。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工作，尤其是稳定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现在是窗口期，发挥房地产的经济支柱产业作用，既有贸易上的需要，也有内需上的需要，因此有序减少居住消费限制工作，还要根据市场变化权衡不同选项，并做出最优选择。我们看到6月12日，广州市在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提出全面取消限购、限售、限价，并降低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这标志着广州在房地产供求关系继续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准确识别、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长达15年的楼市限制性政策完成使命，而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关键这有没有作用？能起多大的作用？取消限购了，那大家都去买了吗？稳住了没有？
文章说，重要时间节点往往是工作的坐标。2025年已行至中局，从前4个月房地产市场发展态势看，延续了去年底的修复向上良好态势。进入5、6月份，市场出现了微幅波动。以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5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来看，房地产行业在投资、销售、资金各个端口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微幅波动已初步扰动了预期的稳定。说的好难懂，如果把个报道、把个文章写的这么晦涩难懂，那就说明他不想让你知道真相。那真相是什么？那就是在下跌。如果涨的根本就不需要这么绕来绕去绕弯子。什么扰动了预期的稳定？通俗的说，就是本来以为它价格稳住了，房地产市场稳住了，但是没稳住，不就这意思吗？现在做这个吹鼓手也不容易。但是文章最后说，从下一步情况看，居住消费压舱石的分量更重，各地还需要继续打开发展视野，抓住时间节点，树立工作坐标。一方面，每个地方可以根据自身市场情况，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和问卷调研等方式，及时研究分析住房需求变化趋势、交易特点、价格状态，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数。一方面要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去年的工作部署，制定科学合理的住房发展规划，如年度计划，并动态调整，认真执行。前期存量政策也需要进一步发挥协同效应。这些措施都是表面文章啊，你倒是关心一下韭菜收入涨没涨，有没有可能涨？你关心一下韭菜对未来预期是好了还是差了？对，这些实际工作不去做，就做那些表面文章有什么用？反过来说，这些实际工作做表面文章，说明他已经黔驴技穷，就没招了。但凡有点辙，他也不至于这样。为什么急了？大家看2个数据就知道了。这个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啊，前5个月全国卖地收入，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1281亿元，同比下降12%。去年本来卖地就少了，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还下降12%。你知道开支可没降，咱们对外花钱这个你很难降的。你说把公务员工资给他降一下，把老师工资降一下，地铁少开2趟，地铁不开空调，地铁站的灯给它多关一关，这些都不行。所以这个开支是少不了，但是你收入在降，你说怎么办？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58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3%。你看看这个资跑的又多了，高质量的外资也就进来也多了。今年前5个月同比外资的金额下降13%，那你说这个减少多少就业岗位，少了多少税收？所以把房地产也当作压舱石了。那问题是，你韭菜没钱，你怎么忽悠他不买？他买不起。现在算大账，什么叫大账？比如说叫供求关系，你现在房子是不是不够住？只要房子够住，你就房子你想卖不动。为什么？因为并不是有人住在桥洞里面，大家都有的住，无非就是租房。现在我买不起房，我现在就租房住，一个人租不起，那我就2个人合租。总之，大家住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没地方住，有很多人这必须要买厢房，由于收入下降，大家预期的降低，预期不好，很多买房的需求就没了。咱们以前不一直说吗？就没有购买力的需求，那是伪需求；没有购买力的刚需，那是伪刚需。我倒是想买个价值1个亿的豪宅，我想去香港山顶别墅买一套，没钱，那这算需求吗？今天网上一个热搜说，82年《西游记》唐僧的这个扮演者姓池，那个叫什么？现在开始卖房，卖的房子正好是王府井那个金鱼胡同的有一个大楼，我对非常熟悉，老粉丝应该知道，我以前在王府井校尉胡同住了大概有1年多，就在新东安市场后面，在协和医院的应该叫西南角。我对他那个大楼我还有印象，这哥们亲自出来吆喝，说明这个房子难卖，即便在王府井那儿也不好卖。他那房子我个人理解他卖不上价格，因为户型太老套，你按现在的什么第4代住宅什么好房子的标准，那他肯定够不上。他那个位置价格也不能便宜，肯定也卖的死贵。把它改造成酒店也够呛，因为现在5星级酒店本来入住率就低，都在赔钱，所以
它资产是个麻烦，显然跟韭菜也没关系。所以我们要记住了，韭菜能买得起的房子，恐怕也很难稳住。所以说，很多人那现在干脆，反正离退休还早，踏踏实实租房住。刚才那个中介说的也对，买涨不买跌，你不要老想着抄在最底部，它下跌过程中你买那就是接飞刀。如果你说全款还好，反正我扛得住。如果你要贷款，你要借钱，那就很麻烦，2年的损失，你这靠工资的很难赚回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